速款，用心同乐比，大家来相比。观众朋友大家好，又见面咧，我係海娟。大家好，我係吳永平。哎呀，一個苗栗啦，吼，它會山城，好，都係山，然後你講除了山城之外，還有海神。海神，海城，除了山城之外，還有海城啊。還有海鮮呐，海鮮可以看呐。因為你坐火車吼，會經過那邊，經過那個竹南火車站，山海交流的地方，從那邊是換車的起點。哦，都要在那邊換車就對了。苗栗頭分黑三層嘛，哦，就是有可以看得到山，也可以看得到海哦。通宵。後龍，還有那個，那個回家再慢慢研究就好了。好，那個不是重點。我每個禮拜最期待的哈，就會看哈，你看，哎呦，你的重責大任來了，好好介紹評審欣賞。我愛表演的哈，接下來介紹評審欣賞。哎呦，弟弟，國寶級山歌天后李秋霞欣賞，京劇歌手王子賢欣賞，高友班欣賞，小研究欣賞。哎，歡迎三位欣賞哦，今日麻煩你哦。哦，麻煩。夾來看一下劇組嘅表演。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欣賞欽定嘅，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我就是大家带给大家欢乐的好朋友月饼哥哥 Henry， 大家好，来点掌声好不好？耶！嗨，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但只要轻轻吹口气，哇哦，就会变出一只魔法棒。旋转，耶！嘿，我今天还带了一个很可爱的箱子，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嘿，啊，什么都没有。我知道了，一定是没有念今天的魔法咒语。今天的魔法咒语就是“我爱相亲同乐会”。哟，大家数到3，1、2、3，跟我一起念。我爱相亲同乐会，1、2、3，哇，轻轻吹口气，噔，哇，绳子就跑出来了。好，总共有3条绳子。首先呢，拿出一条红色的绳子，好，轻轻的把它打个结。再来拿出一条黄色的绳子，噔噔噔噔。好，最后呢，我们拿出这条蓝色的绳子，好，轻轻的打结。好，3条绳子，打个结。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魔法棒再拿出来。好，稍微好吸一点魔法。再一次，我们今天的魔法咒语：我爱相亲同乐会。哇，轻轻吹口气，噔噔，掌声鼓励。一条红丝巾，黄丝巾。我今天穿什么颜色的鞋子？蓝色、绿色。所以呢，红丝巾、黄丝巾，轻轻擦一下这个蓝色跟绿色的鞋子。我再轻轻吹口气，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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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啊！哒喽，耶！蓝丝巾、绿丝巾放下去，变成一条蓝丝巾。好，蓝丝巾可以做什么呢？啊！哼！再轻轻擦擦擦。
掌声鼓励。嘿，还有什么有趣好玩的东西？我今天带了一本漫画书，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哎呀，我好像带错本了。哦，我知道了，一样我们要念魔法咒语，再来一个魔法咒语。好，拿出一条神奇的布。我爱乡亲同乐会，轻轻的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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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吹口气。哇！哇，就变成有图案了。没关系，这时候呢，再轻轻的旋转一下我这条魔法布，就变成彩色的了。好，谢谢大家。掌声鼓励。月饼哥哥，月饼哥哥你好。月饼哥哥好，你好。月饼哥哥，你这样说会很麻烦，对不对？很快收回来了。所以这种是一次性的吗？哦，对呀，他一次丢完就就不行用了。都在哪里表演这个变魔术啊？变魔术我本身是桃园龙潭人。哦，对，所以客家人吗？对，本身也是。你客家人，他竟然客家人要用客家话来讲嘞。对，只会讲那个太嘎后，对，爱黑月饼哥哥。捏饼哥哥。捏饼哥哥。哦，月饼哥哥，为什么月饼哥哥会觉得说变魔术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正能量的感觉呢？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平常的生活其实都是比较苦闷的，可能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但是呢，就这些有趣欢乐的表演呢，除了带给大家正能量之外，其实我觉得自己本身也还蛮舒压的。哦，包括在台上的表演也好，还是跟台下的观众朋友们互动也好，都是可以释放自己的一个能量出去，然后让大家更欢乐。没错，对，尤其在昆豆给他表演，然后就觉得好开心哦。对啊，欢乐的感觉。那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你变的气球，对不对？对啊，我今天其实有带一些就是造型的气球，想要送给就是现场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了。哇，对，大朋友也可以有，大朋友也可以。这都是自己折的吗？自己做的吗？对，就刚刚在外面折的。然后想说，因为今天有来这个就是相亲同乐会啊，那我还要特别做一些那种油桐花造型。哇，还有茶叶。哇，那个油桐花很适合那个秋霞姐姐哈。油桐花。有你相爱嘛？月饼哥哥送出去好不好？好啊，没问题。今天有很多很可爱的小朋友在现场。好，我们先来听。那你要先把这个油桐花送给那个秋霞姐姐。好，来，秋霞姐姐。先讨好这一票。谢谢。先讨好这一票。这样就一票吗？对，一票，对。阿勇，好，阿勇就来唱那个秋霞欣赏哈，秋霞欣赏来公平一下。哎呀，看到那个月饼哦，实在就懂相识了哈。你看起来非常的阳光嘞。谢谢。哎，看到你出来笑容满面，哎，心情就会特别快乐。我像一位普通的变魔术一张面，一号表情到底，佢唔會，佢會從笑容滿面。定一下。啊，尤其按後上，叫做些10歲。10歲？10多歲？欣賞有10多歲啊？幾歲嗎？幾歲？還沒睡飽。老師問你幾歲？幾歲？我明年要30歲。啊？對，明年要30歲。 32粒了，今年29。快樂安然，快樂是後生，快樂。常常保持笑容，你把它不用緊，年輕的感覺。讚嘆。係啦，哦，所以咧，咁樣咪本就傾天。好。哦。加油！好，謝謝林老師。老師，一隻昆天做唔得呢？
係呢。3集呢。好，哎呀，肖老師，夾嚟看哦。那個禮物都不知道什麼時候送來啊，來，你看他喜歡什麼？一朵花，一隻狗都已經弄滿了。我們兩個不要加入，想要什麼都可以。結果我們這臘腸。不是，我們不加入你的粉絲團。你要給我們，我們才要加入你的粉絲團。看影像，我們該去搞。摸一下，熬一下。天床還有小朋友，天床有小朋友都在等呢哦，小朋友在那邊等。那個現場的保全注意一下，小朋友在現場要暴動。現場表演呢？現場哎。哇！很會。月餅哥哥，你會折吉他嗎？吉他會，只是現在沒辦法馬上折出來。你會折美金嗎？美金啊！你會折新台幣嗎？多折一些就可以換很多的新台幣。太可愛了。稍安勿躁，待會每個人都有哈。沒錯。看台下的小朋友都迫不及待了的。對呀。好了，交到結交咯。好，阿勇就結交來看3位評審先生，有辦法一致通過嗎？也有手就也有眼睛，一旦落到群上車。那他們有頒獎給你嗎？做愛心的，做愛心的。不要學姐姐，姐姐動不動就講到錢，知道？接下來看3位評審先生，有辦法一致通過嗎？老師，請亮燈。3隻燈，謝謝大家。你有獎金，買那個魔術道具咯。太好了。來，謝謝你。希望我們的月餅哥哥能夠再帶給大家更多的歡樂。好的，剛剛你聽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了哦。阿爸，太哥太子，大家來埋擦車哦，做來做埋啊，慢來唔就都冇使哦，外賣碰通茶要嘛要麼咧，我要哦，買擦車哦，買擦車哦。買擦車，為了生發故山。
掌声鼓励。买退的哦，无所谓嘿咩，哈，今日休息的吼。来，他调整。会讲客家话吗？我讲伊试试。来，问候一下。大家好，那是赖美神。来美神啊，美神，你好。美神对那个吉他很有兴趣吼。唐贡练了半年了哦。哦，他很有爱心呢，他这么小就很有爱心，用俺的呢客家歌曲，用俺的客家文化，背着这把吉他，跟着哥哥姐姐们去大明寺去关怀老人家，是不是？冲本太嘎糖黑妹，真的哦。那他们有颁奖给你吗？做爱心的，做爱心的，先有爱心呢。按岁就会提供哦，我要用我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做对天下嘅社会贡献嘛嘅，你真的很了不起耶！不要学姐姐，姐姐动不动就讲到钱，知道吗？好，阿阳来请问一下那个志贤先生。嘿。伟成哦，很棒哎！我看到你就想到我小时候学吉他的样子啊，也是这样子吗？对啊，我也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去学吉他的，可是我没有去关怀老人，我是想把妹而已。哦，那你这样很要不得，你这样很要不得。不过真的很优秀，而且你选择哦，你选你的客家的动有名的一条歌曲哦，这首歌是我们林展毅老师的歌曲，然后你用吉他的方法来演绎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你的创意，对不对？啊，我觉得很棒。很厉害。对啊，你今年几岁？11岁。11岁。才11岁而已。哦，那你比我还要早哦，因为我在晚一点的年纪，如果我早一点学，我也会去关怀老人。老师，这不重要啊，是不是这种？重点是你表现得很好。你是有被永斌传染吗？是有一点。好啦，老师都给你肯定了。紧张是一时听，莫讲啊。太远了，对，总之很棒啊。OK， 很厉害，继续加油！加油！来看3位评审现场有办法一直通过吗？老师来，请亮灯。哇，3个灯。拿得到吗？我帮你拿，没关系。好，好了，按暂掉咯，继续来看精彩的表演了，下一组的表演。stringendomi ed io sarò già lì e sentirò i sintomi e non mi tradir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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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in fondo chi non ha talento insegna e quindi adesso imparerò da te, ma è un briciolo d'affetto decidere di cedere fumato per me con te. E chi si è pentito, chi mi ha baciato, buonanotte a te, buonanotte a te, che mi hai richiamato e maltrattato, buonanotte a te, buonanotte a te, riposerà tra gli angeli, stringendo forte a sé, a sé, il cuore
imparerò a non fare 众赏鼓励，你好，欢迎三位，大家好，大家好。你讲客家话讲按标准。嘿呀，我都嘛改名耶。我是庞燕姿。庞燕姿哦，啊，俩是你的舞姐姐吗？伴呢？这个是同学。同学哦。两位都是同学啊。哦。那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是罗嘉颖。罗嘉颖。哦，罗嘉颖。那你很多嘛个名？我叫许嘉颖。许嘉颖，哎呀，哎呦，跳到以后呢，哦。你们三个这个舞蹈是在哪里学的？学校。展梦园。展梦园学的哦。嗯。哦，学多久啦？2年。跳得相当的好。6年的啦哈。哎呀。哦，好。哇，那用来谈看啊，那个评审欣赏吼，用白人讲来。研究欣赏。我今日看到也3位小朋友跳舞哈，我感覺佢3位進步實在嘅。剛剛我張堂講也跳舞，佢從頭到尾每張練3度到4度，佢只有辦法3年，用搭到按吼，劈到按吼。哦，也感謝葉老師，葉老師你太棒了，真嘅厲害，也按短的時間有辦法幫人小朋友跳到按好。講下特別講哈。佢3年是除了跳舞，佢還要唱客家山歌哦。唱歌也賣個關子，對對，下一度上來哈。對對，準備要準備哦，下一度嚟唱山歌啊哈。好啊，好。用3位評審欣賞哈，有辦法一支同歌嘛？來，老師請給燈。邱校長長，你誰睇的？你誰睇的？我聽定呢，聽定呢。哎呦，30點，好棒哦！你们要继续加油哦！这个时刻你们最开心。对呀，因为有红包可以拿啊。不过今天看到青岛表演站哈，帶來安精彩嘅表演，好才華洋溢哦，真精彩呢！是夢兒咧菜，然後看啲料理不能看呢。冇啦，冇觀眾朋友啊，請準時收看我哋呢，鄉親同樂比，大家來相比，感謝上帝請入欣賞，還有今日嘅表演照哦，謝謝大家，下次見。